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讲过去民间流传的故事。周成过台湾，周成来台湾开茶行，做了真成功。谁知讲长山泉州无夹到一张被，放夜牵手月里啊，佫有拄出是红红幼幼的幼囡仔，但还伫咧艰苦流目屎。尤其周成的老爸周温破病治重，半暝半要去倒位找医生。讲到即句半暝半，台湾话常常有咧应用半起头三字的，尤其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，半暝半，即个形体就是咧加强口气，比较半暝佫较暗嘛。见深夜静讲半暝半，人讲吼，我甲你交情一粒一的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呢，原来加强口气，上好的才会使讲一粒一的。佫有另外一句，佫正安尼讲，讲周成安尼放某放囝，伊的牵手，伊的幼囡仔。是真凄惨哦，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是苦中苦的，苦中苦嘛是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啦。啊，总是周温目睭磕落去了后，厝人才会将种代志交代亲同烦恼。外里啊囡仔爱咧，登山过台湾，对后尾起山落船，无钱通好坐车，沿路探听。讲阮翁周成开茶行，人风声讲伊伫咧朝阳街，毋知有影无影，路要对倒位行。安尼沿路哪行，半只饿，无人要分去食饭。总讲是周成做差错，长山一张被都无。搁前头拄我咧讲半只饿，食甲饿相对比，这原来半起头三字的话，总是我你也真可怜，真艰苦，已经流浪街头用要半小时了。讲到一句半小时，咱知影讲，这就是表示讲程度真严重，已经用要死啊，才有讲半小时。这个囡仔爱咧，到底红晒伫倒位，咱唔知呢。结果来到朝阳街的茶行门口口，竟然看到周成甲伊新娶入门迄个爱人，淡仔拍俏谈。对方迄个查某囡仔甲讲300你都无咧半头青。这句半头青是西南的话，咱若去编大日大书店就看到，意思讲吼。乌白来，查甫查某互相伫咧落烂头做山开拍俏谈，才有讲啊。300古早人老辈应用即句讲半头青，啊，搁正安尼想，这毋知甲青仔长有牵连无？你着要互我时间，另外搁再研究半起头三字的话语，今日招你互相来探讨甲应用。